主动离职升级。这个协议我不可能签的。听着胡话是吧？啊，我是老板，你是打工的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如果您能回到10年前的那天，1、2、3，那天我没有跟他们每一个人好好的告别。每张照片都是一个时空断面，当快门按下的那一刻，时空断面凝聚着那个瞬间一切的细节。你叫陆光，我叫程小石，不如我们就叫时光代理人。完成照片的那个人啊！你只需要记住2点准则：第一，无论过去，不问将来；第二，进到照片之后，一切听从我的指挥。这样你们的行为真是死了！我们拥有回到过去的能力，就拥有改变过去的权利。这个世界真的会因为时光代理人的存在而变得更好吗？